着家己谦卑伫主的面前，伊就要高升恁，亲近上帝，伊就亲近你。人对我讲：“咱来去耶和华的厝，我就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35首，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这是咱三个来坐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20属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下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个来启用启应文第23篇，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3篇。现着我来启，兄姐来引，记载诗篇96篇，着对上主唱新的歌。
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神明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包围伊。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予伊。着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着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坚固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啊！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权无所不在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阮大声要摆列阮的感谢的声，因为你无论日时、眠时，拢做阮的帮赞甲保护者。阮拢是你手的羊，你是阮的大牧者。有时你带阮到青翠的草坡。安静的水边，也就是伫日常生活的中间，阮拢顺遂平安的环境。总是有时，阮也捌伫世间大沙漠的中间来行迷路，甚至阮的心神戆影惊吓，意志软弱，心神真艰苦。犹搁你，互阮有机会，会当用祈祷来求救你。主啊，我嘛知，你怜悯体贴阮的有限性，就是阮爱有看见才有准算的弱点。你就找阮的救主基督耶稣，诚做人的款式，来带伫软弱人的中间，医病赶鬼，赦罪，传天国福音的好消息，甚至出在人的骄傲甲误解，伊嘛为着阮正人的罪受死，被钉伫十字架顶。主啊，阮一面少念你即款极大的牺牲，总是也一面恳求你的赦免，因为阮所爱做的好，阮无法度去做；阮所无爱的歹，阮却偏偏去行。求你怜悯阮，主啊！特别，阮要向你恳求，就是这个肺炎的疫情，伫阮台湾，阮领受着你的固守，互阮的政府官员有好的防备这的政策，嘛互阮徛起伫台湾这个岛屿，伫生活。拢得到自由，特别阮要恳求你来怜悯，
固守伫世界，也阁有侪国家受到即个疫情的侵犯，有人来死失，有人伫即个痛苦的当中，恳求主你来怜悯、来医治、来安慰，互相时，互遮的专家会当紧紧来找到好的医药，来帮赞遮的一切得到肺炎的人，互因会当伫肉体、伫心灵，拢会当得到医治。愿主怜悯、看顾、医治。即时，阮也恳求你赐福，伫阮要对你的中保，陈牧师所要分享真理的话，你的神甲智慧临在伫阮中间，互阮克调伫心中，行做拢照准情甲你的旨意。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圣歌队要带咱来敬拜上帝，因所要学到的吟的诗是主祷文、信望爱。
咱三个来共读上帝话。今仔日咱要看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台语汉字本伫93页的所在。19章第1节，耶稣入耶利哥。在过去的时，有一人名叫撒该，是做抽象的头人，也是好业。伊也要看耶稣是甚物人，若是人多，看袂到，因为伊身躯萎细，就走做前，爬上酸栽树，要看伊，因为耶稣要对遐过。耶稣到迄位。举头看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踮你的家，就紧紧落来，欢喜接来伊。众人看见，嗷嗷念讲：伊入去晓伫歹人的厝。撒该徛伫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养人，若是捌坏甚物人，就将4倍赔伊。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人子到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的人。愿阳光甲恶乐归伫伊的性命。今仔日咱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早起，咱要对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10节，咱来看一个主题，叫做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家。我相信伫咱真侪基督徒，咱的客厅拢有挂细牌啊，面顶写7字，写啥字？大家拢会晓讲，基督是我家之主。也是讲咱教会若有会友要入厝，有时教会嘛会送即个匾。兄弟姊妹，即块匾是一块装饰品，挂伫遐水水，挂伫嘛袂歹。互人知影，阮的家庭是基督教的家庭，也是讲你相信耶稣真正伫你的家庭。我喺咧上班的时，有一摆阮公司要买一线生产线炸鸡块，所以我带我一个厂长到荷兰去买。伫飞机顶，我迄个厂长甲我讲一个故事。伊老爸是家里一间庙公。所以我这个厂长细汉就王爷做囝。有一摆，伊老爸伫家里看一间透天厝要卖，看了真介意，所以就甲迄个厝主约好，讲一早起要去落定金。所以迄早起，伊老爸去银行领20万，带2个新名甲伊做伙去。入去到厝内无偌久，气刷刷就出来。等到厝了。因骂迄2个新名，讲我带恁2个去，恁2个亲像下狗，一句话都毋讲，无恁对我起来要创啥？我毋知影迄个庙公甲新名因安对话，因有迄个对话方式，所以迄2个新名甲伊讲，阮有对你去呢，总是阮去到迄个厝外，阮看内底坐一个外国人，流喙鬚，两蕊目睭一直眼睛，阮毋敢入。我迄个厝主甲我讲，我迄个厂长甲我讲，迄个人因兜是拜耶稣的，伊袂晓讲信耶稣，伊讲拜耶稣的。所以我就掠着机会，我甲伊讲，连恁的性命都惊耶稣，恁哪会来信耶稣？伊甲我讲，我哪会使信耶稣？阮老爸是庙公，我是王爷的囝，我哪会使信耶稣？所以这个故事，互我想了2项代志。第一，基督是我家之主，迄块匾，毋那是一个匾，搁较重要就是耶稣
真正伫咱的厝内，成做咱的保护。第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福气成做基督徒，是上帝拣选咱成做伊的儿女。所以，咱会当成做基督徒，咱应该对上帝、对主来感谢才对。伫拄则所读的圣经有讲起一个人名叫撒该，也是抽象的头人。或本的圣经写讲税吏长，亲像咱较早启定处的处长，还是讲今仔日国税局的局长。这个人是一个财主，有钱有地位，总是内心无平安。毋然呢？圣经写讲，人拢看伊做罪人，因为当耶稣到伊的厝的时，众人伫遐嗷嗷念，讲耶稣去休伫歹人的厝。所以咱会当看出，当时人对撒该无好感，因为伊是替罗马政府来这犹太人抽重税，互因生活真艰苦。所以这个人伫当时一般这社会人讨厌伊。看袂起伊，无人要甲伊做朋友，所以撒该是一个真孤单、参社会隔离出来的人。总是伫这种的情形下面，耶稣却来就近伊。迄日耶稣要为耶利哥城过，伊原本会当直接过，总是当伊行到一丛松在树骹的时，伊就遐停落来，因为耶稣知撒该伫树顶。检查撒该以前听起人讲耶稣真济代志，会惊信者，会真济代志，所以伊想要看耶稣生做甚物款的。总是伊人矮小，伫人群内面伊看袂到耶稣，伊只好爬到一丛松栽树顶，要来看耶稣。耶稣亲近孤单的人，亲近互人看轻、人毋爱得的人。亲近遐甲人中间有真济阻隔的人，兄弟姊妹，伫规本的圣经，上帝常常用安尼做开始。伫咱还未捌伊，还未甲伊亲近的时，伊大声来找咱。这是上帝听，嘛是咱人类上大愿望甲安慰。圣经讲，当耶稣行到遐的时，耶稣抬头看伊，耶稣竟然知这个人名叫做撒该。耶稣甲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就踮你的家。”兄弟姊妹，这个人需要主知影，这个家庭需要主知影。耶稣知影，一进入到这个人的家庭，这个人会得到改变，伊的家庭要真做无烧伤。今仔日伫咱台湾的社会，有真济家庭爱检讨伫上帝面前。伫上帝上元起头设立家庭的时，伊的原意是甚物？伊原意是要赐福气，所以家庭若无有上帝，真侪时阵人无法度维持正常的关系落去，因为人无够气力起造家庭伫迄个无在地基的顶面。所以家庭若无有上帝，真侪时阵夫妻就无法度伫遐夫妻相挺，两个人生活就常常发生问题。今仔日，咱会当看到有真济家庭的地基伫遐咧摇动，这是互咱真忧心的代志。有偌济破碎的家庭，咱进入到厝内底，迄个厝亲像战场，亲像监狱，无平安，无喜乐。今仔日，耶稣欢喜到伫咱的家，总是咱是毋是欢喜要邀请伊入去？当耶稣叫撒该时，撒该圣经讲伊紧紧落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当耶稣进入到撒该厝的时，伫遐有甚物变化？19章第8节甲咱讲撒该徛着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一半要送养人，若是以前捌坏什么人，就将4倍来赔。伫即句话内面，互咱看出，当耶稣进入到人的性命时，有3项代志来发生。第一，有真济奇妙的代志来发生，咱看做无可能的代志，伫遐会来发生。第二，伫咱生命中间，真济时阵咱毋知，总是主暗中替咱做的代志，伫暗中顾守咱、帮助咱。第三，
当耶稣进到你的厝、你的生命内面的时，人会发现伊对人的亏欠，对上帝的亏欠。所以第一点，当耶稣进到你的厝的时，你会发现伊临在迄个奇妙。伊进到厝内底，你会感觉迄个气氛无相像，因为耶稣伫遮。你会感觉讲，即个代志以前无可能发生，今日哪会来发生？迄是耶稣行过脚只，伫遐开始来产生。咱看撒该即个人，原本是自私自利、贪心刻薄人，是安怎会变做安尼？所以，亲像即款的代志会来发生，所以你爱去敲吹耶稣行过的脚只。检测有一日，你拄真需要一个人的帮衬，迄个人忽然敲电话给你，互你的代志得到解决。迄是耶稣行过脚只，也是有时咱咧祈祷的时，常常想到一个人，一个朋友，你敲电话给伊，伊甲你讲伊的心拄真艰苦，多谢你这通电话，带互伊安慰甲快乐。迄嘛是主行过脚只，咱的主确实是安尼。当伊进入到你的生命内面的时，有真侪奇妙的代志会来发生。有一届伫屏东教会一个老长老替伊的亲人来做保，迄个人迄个亲人做生意失败，就递到即个老长老爱替即个亲人来赔遐个钱。若无赔，连伊的厝嘛会互人查封。所以即个长老伫遐真艰苦，伊伫厝内面祈祷，伊甲上帝讲：上帝啊，求你替我开路，互我有办法渡过即个难关。毋通互你的名，因为我来受了侮辱。所以当祈祷了时，伊想着讲，高雄有一个朋友伊会使先去甲累一寡钱，所以伊就对屏东坐火车到入高雄。到高雄车站的时，外口咧落雨，所以伊停伫车站内底，伫遐等讲等下等雨煞，伊才要出去。伫遐咧等的时，有一个人为后壁行来，用手甲打脚只片，讲：某咪长老。你来高雄要做甚物？这个人，这个老长老以前捌帮衬过伊，所以伊就老实甲伊讲我替我的亲人做保，亲人因为生意失败，所以我拄着困难，需要来高雄甲我的朋友累一寡钱。无拍算，迄个甲打脚只片，迄个人甲讲你需要偌济？若毋是真济，你先来我遐。先摕去用，等你有钱再还我无要紧。所以像即款的代志，会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发生，这叫做耶稣行过脚只。第二，当耶稣临到伫咱生命内面的时，有真侪代志是主伫暗中替你做，检查有危险，是困难，是上帝伫中间保守咱毋知。20世纪上伟大的报道家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19世纪嘛一个真伟大美国报道家穆迪。像即款的报道家，因经常爱到世界各所在举行迄个真大型的报道会，所以因拢有属于家己迄个乐团。伫穆迪的时代，伊的乐团的指挥叫做桑奇。这个桑奇伊嘛是指挥，伊嘛是一个声乐家，真会唱歌。伊捌讲过伊一个见证，伊讲有一年伫圣诞节进前，伊要转到伊故乡，对西卡哥爱坐船经过迄个密西根湖，就是美国五大湖之一，真大一个湖，转过迄个湖到伊的厝。伫迄暗伫船顶，伊互人认出来，讲这个人就是桑奇。这个人真会唱歌，所以船底的人大家伫遐起哄，讲请你为阮唱一首歌。这个桑奇伫遐要唱歌进前，伊做一个祈祷，伊问主讲：主啊，伫这个时阵，你爱我为因唱什么歌？然后伊开始唱，就是唱咱拄正吟这首圣诗：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挖靠你扶持。伊讲，当伊唱这首歌的时，伫群众内面，伫上后壁有一个人真弱，比人悬要一粒头，为后壁慢慢行到上头前。伊唱歌了，
这个人进前甲问讲：桑奇先生，你是毋是捌参加过南北战争？伊讲捌。我伫1862年，我参加南军。迄个人佫问伊，讲你做兵的时，是毋是捌暗时徛卫兵？伊讲我定定拢徛卫兵，我毋知你讲叨一届。迄个人佫甲讲有一届暗时你徛卫兵的时，你咧唱拄则迄首歌。所以即个人送去，伊听甲真紧张，伊想讲我伫半暝啊唱歌徛卫兵的时，你哪会知？迄个人甲伊讲我当阵我是参加北军，所以有一暗我的长官派我到入上前线，看试探恁的军情。伊讲当我到入上头前时，看有一个人伫遐徛卫兵，所以我就伫涂骹用爬到离差不多20公尺的时，我将我的步枪开伫树仔头，上准伊的心脏。我枪一个开落，迄个人马上爱倒来。伊讲，当我要开枪的时，迄个人忽然伫遐唱，开始唱歌，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挖苦你扶持，带到草埔，互我啉食，备办羊条来补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赎回我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赎回我归属你。伊讲，伫迄个清静的暗暝，这首歌一字一字进入到我的心内，我伫遐受感动，所以我无法度开枪。伊讲，等迄个人唱歌了，我甲枪开落来，我退后到伫我的营区。伊讲，迄暗我若开枪，迄个人马上爱死，连我检查嘛会死，因为部队一定人随约出来，连我嘛会死。所以是即个救主救了你嘛，救了我。所以行头前，甲送去揽着伫遐流目屎。伫迄暗，即个兄弟决志信主耶稣。兄弟姊妹，是安怎送去？伫圣诞节的进前唱一首毋是 Christmas 的歌，因为圣神知即个兄弟的尊顶，因为圣神要救即个兄弟。伫咱生命中间有真侪亲像即款的，咱毋知是上帝伫咱生命中拯救咱。我伫1990年高速公路大车祸，车写做2节，我的司机过身呢，上帝保守我，我无安怎。迄个车若弄较头前，也是弄司机位，检查我嘛爱随死，当时弄伫司机的后壁。用环去弄迄个高速公路151公里，迄支电话条啊，写做2半。所以真侪时阵，伫咱的生命内面，是上帝替咱做，咱毋知。第三，当耶稣基督进入到咱生命内面的时，所发生第一件代志，就是你会看见你对人的亏欠。当咱还未捌主的时，人甲人中间就是互相要求，家庭谁若无快乐，因为互相要求。你无替我做这项，无替我做迄项，无摒扫，也嘛无摒粪扫，连我的生日你都甲我袂记哩，无买物件送我，你听我无够，互相中间只有要求，所以家庭袂好势。耶稣教的所在，人会发现我会当为你做甚物。所以咱看撒该伫遮甲主讲主啊，我一半要送养人，我以前歪甚物人的钱，我4倍来还伊。人马上伫遐发现你对人的亏欠。所以兄弟姊妹，我真盼望咱每一个人会当伫主的面前去敲碎咱对主对人的亏欠。有时咱的家庭内面欠缺迄个互相的尊重。囝儿无尊重父母，父母无尊重囝儿，夫妻中间无用疼来三款待，无守婚姻的约。求主互咱看到咱的亏欠，将这亏欠一项一项借着圣神的溃烂，甲行掉。亲像撒该伫遮讲我行，我愿意对迄个要求人生，成做福人人生。若是安尼，我
我相信咱的家庭要真侪无相像。有一个老牧师捌讲过伊的见证，伊讲伊细汉的时，老爸就过身，所以是老母照管，甲带大汉。所以伫成长的过程中间，伊毋捌看到伊老母笑过，还是哭过。伊讲伊老母是一个真严肃、真坚强的妇人人。伫初中毕业了，无钱，所以伊考调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了，做国民学校的老师。人甲伊介绍一个小姐，后来结婚。所以，当伊太太进入到伊家庭的时，伫厝内底有真大的变化。因为伊老母感觉讲，这个囝我细汉甲伊带大汉，结婚了，敢去互伊太太抢去共款。我相信毋是逐个老母拢安尼，减少有小部分的老母有迄款心理。所以讲，伊结婚了迄段时间是一生上痛苦的时间，因为夹伫伊太太甲老母的中间，真做亲像石磨仔心。有一届伫学校较早下课，伊当教授老母开始搁斗讲伊太太安怎，伊足生气，入去到房间开始骂因某。因某伫遐流目屎，甲伊讲咱的婚姻若遐尼无幸福，趁咱也无囡仔，咱离婚。这个先生嘛受气当头，讲离婚就离婚，两个人后头摆载咧去法院办离婚，去到法院，法院哪会无开？迄天是司法节，所以法院公休，所以两个人后头摆徛咧，才去食装暗顿。其实夫妻中间嘛无啥真大的啥问题。有一日，一个厝边邀请伊老母去教会。伊老母第一届进入教会，迄早起牧师讲道讲路德记，老米甲路德迄款大家新妇相听感动的故事，所以这个老母坐伫楼骹，坐伫大家听，伊想讲世间哪有遐尼好的大家新妇，所以礼拜了，伊去找迄个牧师，伊问牧师：“牧师，你拄则讲迄个故事真啊假？”牧师当然嘛真诶。如果若是真诶，你会使咧甲我介绍迄个婆婆甲熟悉无？我要甲请教。这个牧师听者笑出来，讲这是3000年前的故事，我要安怎甲你介绍？这个婆婆哪有米甲你熟悉？牧师讲，我送你一本基甸会圣经，你摕转去读，你为路德记读起，然后你读路加福音。这老母迄日摕一本圣经转到厝，夹伫过人骹，行去互因囝甲因新妇看到。圣经夹伫过人骹入到厝内底。迄中昼出来食饭的时，一句话都无讲，点点头壳咧咧，一直食了，碗伫囥的就入去伊的房间啊。伫伊房间开始读圣经，伊想讲，世间哪有一个真神遐尼好，我愿意接受这个真神。所以迄暗佫出来食饭。食饭嘛是一句话都无讲，头壳咧咧，一直扒饭了，碗伫囥的就佫入去房间。所以这个囝甲新妇感觉讲奇怪哦，今仔日毋知有啥代志，毋知有啥物代志要发生。伊讲到迄暗7、8点的时，因的房间有人去弄门，因厝内底就看到带因老母尔，一定是因老母弄门。所以这个囝马上来开门，开门了惊一跳，是安怎？外口无点电火，暗暗。伊老母徛伫遐，面伫笑。伊是讲伊老母是毋是精神有问题？马上看入来。这老母进入到房间了，伫遐讲我今仔日入来恁的房间，我是要来甲我的新妇会师的。因为自从伊嫁入来到咱的家庭了，我毋捌笑过伊，我毋捌甲看做亲像查囝共款来疼伊。兄弟姊妹，这个新妇坐伫遐坐条无？大家还未会师的进前，伊先起来，先甲大家会师的。两个人伫遐互相认罪，两个人伫遐揽了，伫遐流目屎。这个囝儿伫边仔看，伊嘛毋知要安怎做，就走3个人伫遐揽咧流目屎。伊讲过礼拜，伊老母招伊新妇做去教会。这段时这个囝儿无甲因去，用一段时间了。
伊发现伊老母甲伊太太以前甲即马完全无共，即马是有讲有笑，啊出门的时新妇阁会甲大家手交咧。所以即个囝嘛想讲，我要来教会看卖，看即个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我都互我太太甲我的老母终于都围墙拆掉。所以即个囝儿后来伊到入教会1年了，伊辞去老师的工作，伊去读神学院，成做牧师。到入今仔日，伊的囝嘛是牧师。所以这是一位老牧师真实的见证。当耶稣基督进入到人的性命，进入到人的家庭的时，有真侪奇妙事会伫遐发生，因为伊是赐福气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你是毋是愿意邀请这个耶稣进入到你的家庭？你是毋是愿意帮助你的亲友，也未捌耶稣的，互因会当互耶稣进入到因的家庭？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文字传道事工的纪念主日。我伫遮嘛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向咱兄弟姊妹大家请安。多谢咱教会过去对公报社文字事工的支持甲奉献。教会公报社原起草是为1880年5月，宣教师马雅各医生送台南教会一台印刷机。这台印刷机是隔年1881年正月，装作11箱对英国运到入台南。总是当时台湾无人会晓使用这台印刷机。在后来，巴克利牧师伊利用伊休假的时，等于到入英国，到伫苏格兰 Glasgow 这个所在，伫遐学习印刷。所以到入台湾了，伊把迄台印刷机组起来。伫1884年5月初4，成立聚生堂主叮堂，就是教会公报社的前身。伫1885年6月，用白话字来发行台湾第一份的报纸，迄当阵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这是用白话字写的，名顶写《台湾府城教会报》第一张，公司11年6月，拢用白话字写的。所以，这个报纸到1969年3月，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使用白话字。1969，所以有几个月时间，这个教会公报停刊。到伫12月改用汉字，就是咱今仔日的教会公报用汉字来发行。到伫今仔日，逐礼拜发行量教会公报。到伫今仔日，逐礼拜发行量是22000份。对2012年开始，佫有发行一个教会公报的甜蜜甜蜜亲子报，这是要予儿童来看的。所以真期待讲老爸老母会当牵囡仔的手来看这份甜蜜亲子报，也是阿公阿嬷嘛会使。这是教会公报社第一项的刊物。第二项刊物对于2000年开始来发行新眼光读经手册，这是2000年开始用6年的时间帮助咱对圣经读过一遍，真详细，毋是读真紧啊！用6年的时间帮助咱对圣经读过一遍，所以逐日拢差不多1章通读。这是2000年开始，到伫即马这本季刊《新眼光读经手册》，每一季发行量是45000本。对于2015年开始佫发行少年新眼光读经，这是要互中学生读的。内底将圣经故事用图拢编甲真水。这份少年新眼光每季发行8000本。另外就是更新，伫咱手内拢有更新周刊。更新周刊是我自1996年9月开始发行，伫咱手内拢有。2009年我到公报社时，迄当阵逐礼拜发行份是9万份。到伫2014年我离开公报社时，一礼拜发行20万份。所以咱若看
新眼光周刊你伫后壁面会当看伊每期印几份拢有写伫后壁，到即马最近较周水，剩15万份，所以每一期的更新周刊拢有刊3篇真感动人、真实的故事，帮助人会当来认捌耶稣基督。教会公布有汉济刊物，伊目的是甚物？就是借着文字超越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将耶稣基督福音传予人、感动人，互更较侪人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因的家。总是这几种刊物拢是免费的，免费的礼物无收钱。感谢上帝，伊有感动真侪人愿意奉献金钱来帮助这种文字传教的事工。迄我哋遮嘛要呼吁咱会当继续来支持公布社的文字事工，借着咱的奉献，互福音会当传到台湾每一个所在，甚至世界有台湾人的所在。所以真多谢咱教会过去对公布社的支持，希望咱会当继续。咱同心来祈祷。现在主，阮多谢你。你伫155年前对英国差派宣教师来到台湾，将耶稣基督福音带入台湾，嘛定根伫台湾，通过宣教、教育、医疗事工来帮助更较侪台湾人来认捌上帝。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求主感动阮，互阮会当更较关心支持文字事工。互阮所奉献的金钱，互福音会当借着文字引带更较侪人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我咱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450首，圣诗450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恳求上帝施阮祝福，保佑这个安乐。
这是奉献，为着要报答主的恩典，请咱大家用甘心乐意的心来做奉献。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内页的所在第13页第一小会公告小会有推派这个监选委员要来主持咱国内这个各团体机构因的年会的改选这个名单请这个小会员家己来过目这个日期上好团契是8月初2妇女团契8月16家庭团契8月23 9月20是小家庭团契9月26是圣歌队教会消息第一今仔是总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公报社有派有心牧师伫咱教会来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姐为着总会即个文字传道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本主日等第2堂礼拜后要伫社区发展中心上年大学的大教室召开中执会。请中执团契机构的首长踊跃出席
来参加。第三，7月19的主日，甲7月26的主日，咱台南市东区卫生所有办理即个无烟环境的活动，因要来到伫咱教会即个大礼拜堂教育大楼边仔遮要来摆即个来宣达即个烟害的防治，甲即个戒烟咨询即个服务，同时因嘛要免费来为兄弟来检查体内呼吸一氧化碳即个浓度伫遮甲咱报告。第四，教会伫7月12甲7月19伫第一堂礼拜后，伫1楼副堂要来进行2020年上半年度的过价步测审查即个审查人员魏安妮姐妹甲林婉琪姐妹，因两人请各团契机构过价人员将恁上半年这个步测整理好势来接受比查。第五，教育大楼的大厅遐个册柜咱有摆这个福音的刊物有好消息、蒲公英甲更新欢迎兄弟会当伫自由来客分享这个刊物内底这个福音的故事，嘛诚做咱伫传福音的顶面的刊物第六，主日学第39期好品格儿童快乐游园营，对即时到8月25接受报名，欢迎幼稚园大班甲国小6年级的小朋友报名来参加。即个活动的简章伫办公室的所在兄弟会当自由来客详时因幼园有办周末游园营的青少年弦乐团的室内乐团的报名伊个甄选要对现在到8月14来接受报名。若是咱兄弟的子女也是孙仔，因有遮个音乐的才艺咱拢会当来参与即个甄试伊的个报名的是国小3年级甲国中3年级的小朋友有限即个时段的个年龄伊完遮个简章。伫咱的办公室欢迎兄弟来索取具体交通咱教会陈英全兄弟伫7月26望主温调伊享年84岁，定伫7月18上午9点半要伫台南市立殡仪馆明德厅来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团契的消息第14页，上好团契南区双年联谊会感恩礼拜甲半日游，要伫8月25伫屏东大鹏湾来举行欢迎双年团契的客友若有要参加，请吴美莹委员来报名。到7月27日来截止。补充的报告有2项，家庭团契伫今下暗要召开委员会，要伫社区教室家己听。搁一项就是寿山中会木沙教会要伫7月19下主日，伫咱的礼拜堂即个侧门教育大楼的头前。要有建堂的仪备，邀请兄弟伫因仪备顶面来支持因的建堂以上报告。
这是咱来看本州的金句吼，本州的金句伫咱的周报14页的所在，我先来读白话字，读一摆。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阿伯勒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路加19章9甲10节，咱做伙来读2摆。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阿伯勒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路加19章9至10节，搁一摆。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阿伯勒罕的子孙，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路加19章9甲10节。咱迄个16页到17页是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过目。若是有出入，咱无客气，干事来更正吼。以上落去是介绍，请牧师。我来介绍一位姊妹李雅英姊妹、李雅英姊妹，请你站起来好无？伊是饭大哥妹妹查囝，伫美国来台湾，转来台湾探亲。毋知有其他第一遍来咱教会做礼拜兄弟姊妹，请举手，互阮甲你熟悉，有无？若无，咱时间就到聚会。这是咱来吟尾遍的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陈牧师为咱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夫妻帮赞，甲恁敬大家三甲地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